台湾陆空后对美国猪肉每当进口台湾上清冻，不过含有3肉精的产品流向如何相当质疑，要求市府一定要严格把关零检出，让民众有知影有选择的权利。卫生局长强调，稽查以后透过实验室检验已经是固定在做，嘛一定会查产地标示。不过因为台中查到标示无实在肉品流向81间餐饮业者，互议员相当烦恼。餐饮业伫台南冇连锁店，加上桃园分公司查出美国猪脚，不过产地却写加拿大，根本是早期的具体案例，要求政府一定要一点一点为食品安全把关。一档就对啦吼，销入啊台湾千几栋。是啊，车走去倒？这车唔要走倒？这留下拢会当去查。留下你敢知？啊，就是要生产。留下你敢知？我即摆甲你讲哦，你即摆来讲，我查讲好，安尼好，我明仔载要来买3斤来煮，你也带我来买啊？过去，咱政府甲咱讲，咱家己当选择啊。我们不只有吃的权利啊，而且还可以选择啊。我卖讲，你安那查啦？最基本的流向。咱来检验，咱来检验含色落氢的冻掉都袂入来啊。咱检验是检验讲伊有含莱克多巴胺过分无？啊，伊也标示的部分，不标示不实的部分是另外一个物件。就像过去迄个福岛食品啊，改标叫做东京生产的共款，伊也是标示不实。但是咱要检查是检查伊有辐射过量，还是讲伊有莱克多巴胺的过量无？议员对检讨美国含有3肉精的猪肉，一直到台南受中央畜产会委托制作液氮加工，搁再卖转去新北，被外界质疑敢拢无销伫台南一事，要求市府开始掌握流向。地处市长明确表示，台南本身就是鸡卵的产地，4间相关受委托的厂商拢查过，转属交回新北。嘛，澄清并无进入校园营养午餐的传言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银光采访报道。